你嘅身體係咪屬於寒底啊？如果係，天灸療法就可以幫你改善啦。大家好，我係健人堂中醫診所嘅麥若欣醫師，今日想同大家深入淺出分享下天灸療法。究竟咩係天灸療法？佢係咪針灸嚟嘅呢？點解佢可以幫助我哋改善體質，特別係偏寒性嘅體質，而預防疾病呢？天灸咧唔同針灸喎，天灸其實係中醫治病嘅穴位貼敷，其實係將食落肚嘅中藥磨成一啲好幼嘅粉，調校埋一啲薑汁咧，係貼喺一啲特定嘅穴位上高。而針灸咧，其實就真係用針啦，喺人體嘅穴位上高咧係施針，所以咧兩樣係唔同嘅嘢嚟嘅。首先同大家講下咩叫天灸療法先。天灸療法係我哋中醫學冬病夏治理論嘅一個具體嘅體驗同埋應用。簡單啲嚟到講，就係喺每一年之中，夏天陽氣最盛嘅日子，透過特定嘅中藥去敷貼身體特定嘅穴位，從而達至溫經通絡、調和陰陽。咁樣做可以有效改善我哋偏寒嘅體質，增強免疫力，而減少疾病嘅發生。天灸療法咧，其實有三大特點：特定時間、特定藥材同埋特定嘅穴位。特定嘅時間咧，其實我哋天灸係每一年嘅夏天同冬天都要做，而鼓勵咧係做連續咧2至3年，達到更理想嘅效果嘅。我哋天灸咧，其實有個天字啦，就即係我哋係順應同埋利用個天時啦。喺夏天陽氣最旺盛，而人體嘅陽氣亦都相對比較充沛嘅時候咧，進行呢個天灸藥物貼敷穴位，可以借助大自然嘅陽氣咧，透過穴位嘅貼敷咧，將體內嘅寒氣驅散。同時咧，喺每一年嘅冬天最陰寒嘅幾個日子咧，亦都係同樣咧係貼我哋嘅穴位啦，去保護我哋身體嘅陽氣，等佢唔好流失。至於特定嘅藥材咧，天灸所用嘅藥材咧，通常咧係一啲溫熱啲嘅藥材，例如麻黃啦、細辛、附子、玉桂、乾薑等等。呢啲藥材咧都可以咧令我哋咧係溫經散寒嘅。最後咧就係特定嘅穴位。其實雖然大家都係偏寒嘅體質，但係唔同嘅問題咧，我哋貼嘅穴位咧都唔一樣㗎噃。例如容易感冒啊、哮喘、有鼻敏感嘅人咧，一般咧就會選擇背部嘅穴位，例如大椎穴啦、肺腧穴等等去進行貼敷。如果例如一啲婦科嘅問題，好似月經痛啦，我哋就會選擇咧下腹嘅穴位，例如氣海、關元、子宮等等。跟住就分享下寒性體質嘅人係有邊幾類，而天灸係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以下咧有一啲典型嘅例子，例如有鼻敏感、哮喘嘅人士，天氣一變化轉冷、大風，咁咧就哮喘或者鼻敏感咧就發作啦。一類咧都係好典型嘅一啲屬於偏寒嘅體質，好容易受到天氣嘅變化咧而引發嗰個哮喘同埋鼻敏感。咁天灸咧就可以通過溫經去令到咧我哋咧冇咁容易受到天氣轉冷嘅一啲嘅影響。又例如咧容易感冒嘅人啦，抵抗力咧相對咧應該係比較弱一啲。透過咧我哋溫經咧係可以咧增強免疫力，咁咧冇咁容易咧受到咧一啲嘅病毒啊、一啲細菌嘅感染。又例如咧手腳咧或者身體成日覺得好冷嘅人啦，甚至乎夏天咧都要着住一啲厚嘅衫。咁呢啲人咧本身可能佢個陽氣咧都唔係好夠，咁我哋亦都可以透過天灸咧，我哋可以達至到溫煦散寒。又例如女士嘅一啲宮寒引起嘅月經痛啦，因為我哋宮寒，因為個身體冷啦，所以導致到咧經絡不通，經絡阻塞咗咧，而每一個月咧引起咧月經痛，係好唔舒服喎。咁天灸咧亦都可以幫到手嘅。又例如脾胃虛寒，個胃咧成日覺得凍冰冰，或者好容易咧食錯咗少少嘢咧就會肚屙嘅人，咁天灸咧亦都可以局部咧去增強翻脾胃嘅一啲嘅陽氣，
等佢嗰個消化嘅系統啦係比較強一啲，冇咁容易咧去肚屙。而最後一個典型例子咧，就係中老年人嘅一啲痛症。好多時聽到咧一翻風啊、一冷嘅時候咧，就咧身體咧膝頭啊、背脊啊或者呢個腰背啊就會痛啦。亦都可以咧去穴位貼敷一啲特定嘅穴位咧，去幫佢哋咧係局部咧係溫經散寒，等佢哋咧減低嗰個痛楚嘅。咁天灸咧一般嚟講，5、6歲以上嘅小朋友去到大人甚至老年人咧都可以貼㗎噃。但係咧，如果係孕婦啦、皮膚過敏或者身體係啱啱咧係發生有一啲發炎嘅時候咧，或者咧係感冒發燒嘅時候咧，就唔適合咧做呢個天灸啦。咁最後咧講下究竟天灸每一次係點樣貼㗎？要貼幾耐㗎？咁天灸咧每一次咧，其實咧都係要連續咧喺特定嘅時間咧係貼3甚至4次嘅。咁通常喺夏天特定嘅幾個星期啦，或者冬天特定嘅幾個星期咧，係揀3個日子係進行咧穴位貼敷嘅3次，而每次喺穴位上高咧，只係貼1至2個鐘咧就夠㗎啦，係非常之方便嘅。所以總結嚟到講，天灸療法咧係一個好安全、好有效嘅中醫冬病夏治嘅一個外治嘅方法。